時尚經典人物篇之伊夫聖羅蘭 YSL Yves Saint Laurent， 作者說書人東加豆。時尚經典人物篇之伊夫聖羅蘭 YSL Yves Saint Laurent， 作者說書人東加豆。喺呢個世界上，我哋會經常聽到一啲經典人物嘅名字，有好多經典人物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以獨特嘅眼光改變傳統觀點，為佢哋嘅行業帶嚟革命性嘅改變。就好似 YSL 伊夫聖羅蘭咁，喺60年代將典雅華麗嘅長裙搖身一變成女士們嘅西裝西褲，做咗一個非常冒險嘅決定。人生除咗事業，仲有愛情。聖羅蘭喺兩方面都經歷咗佢嘅起跌。為咗節省大家嘅時間，不如我哋就一齊嚟聽下伊夫聖羅蘭 YSL 成長嘅每一頁啊！喺1936年8月1日，阿爾及利亞有一個嬰兒誕生。當時嘅阿爾及利亞係屬於法國殖民地。Sample complete. Ready to continue?